有統計顯示，香港嘅打工仔每日平均工作超過10個鐘頭，加上知識型嘅經濟，打工仔經常要努力增值，工餘嘅進修亦都佔去咗唔少嘅私人時間。但係全球化嘅投資市場令到投資嘅週期變得更加快速，投資者需要更多嘅時間去了解唔同投資工具嘅特性、金融市場嘅關聯性，同埋全球資金氾濫嘅危與機。家姐翻嚟啦！今日咁早嘅，11點都未夠喎。係啊，好攰啊，妹。有封信係你嘅，得我唔小心拆咗。唔使理啦，呢篇4問啫，我都唔理嘅，都唔得閒。我勸你開嚟睇下啦。搞錯啊！哇，唔係嘛？明買啲好穩陣嘅投資組合嘅喎，我真係外幣跌到啊！不過好彩，我啲股票升翻唔少。舊年個市咁好，你睇下賺得雞碎咁多，仲話自己好彩，係咪要檢討下呢？我話檢討一個係你啊，妹，諗住睇人啲嘢。其實如果唔能夠適當調整投資組合，結果可能比唔投資仲差。投資一定會有風險，有時有機會連本金都會保唔住，最終得不償失。所以一定要好好管理自己嘅投資風險。有一啲投資市場係會出現長期嘅弱勢，就好似泡沫爆破之後嘅日本，股市大幅下跌，至今仲未重返當年嘅水平。長期持有某一種投資並唔代表一定會有理想嘅回報。你嘅理財顧問係有責任定期同你檢討你嘅投資策略係咪需要調整。現時 Michelle 月入58,000蚊，供樓佔主要嘅開支，其次係日常生活同埋供養父母嘅使費，再加埋保險同其他雜費，每個月仲可以有15,000蚊嘅額外儲蓄。就算正回報係得9%，20年後都有可觀嘅成績。Michelle 收入穩定，可以承受較高風險嘅投資組合。佢可以考慮由專業嘅投資經理去管理，避免自己冇時間去直接管理投資嘅風險。你嘅理財顧問會監察相關嘅基金經理係咪成功調整組合去提升回報率，並且向你跟進。只要 Michelle 能夠更加好咁去管理自己嘅財富同埋投資，佢就會有更大嘅機會去達到人生裏面唔同嘅目標。理財理人生，想了解多元化嘅理財服務，快啲揾康宏理財嘅專業顧問查詢一下啦。